好，那我们就听这首歌谣，然后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歌呢就有一些歌词的，好，来，慢点，来，明天点上。还merurai putus。然后我们待会介绍了可能有5首6首，可是我们就挑看一两首，去让大家去学舞蹈，唱歌又舞蹈，可以吗？就是感受一下，就是这个韵律。对。然后因为前面我们早上2个小时也有介绍一些歌，你那等一下唱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唱我们的歌。有一首 Nari Nari 比较简单的童谣，也可以带大家一起。好，让他们可以休息一下。好，来。对。Yoli baha yo kita nini inna yo inhayo ayang umara odai ku ani sinu itao diaro om inno diaro ari baha anga sasai na jo Deo sai nomita, Dewa nomita, Kero nomita, Apollo aripaha. Yuri baha, Yuri baha, Yokita nini, Innayo inhayo ayang. Tumara Minno niaro aripaha Tanga sasai loyo Tora deo sai nomita Tadewa nomita Kero nomita Maporo aripaha 好，好，好的了，好。因为那很亮，你喊我阿妈哎呀，拍刀还在给他讲断线那个好，所以我的音在多嘎萨达。ini di Mama Nira我的姐妹。更会唱歌。以前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的妈妈一直跟着我写歌，所以很感动。你的古音，妈妈的不是吗？所以你妈妈是我的姐妹，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在哪里？不知道吗？在你家对面那个巷子。你要问妈妈才知道，所以她叫永昌。很贵啊，都没有出去过。还有那个孙永昌，县议员米广播，他一直跟着我，他怀孕。永昌啊，那个时候，所以永昌很喜欢我们的歌谣。你在肚子里面就已经在。我的印象中是，对，因为那时候在选举。对，妈妈都是妈选举，我现在的她是广播员，对，然后怀孕的时候，你在肚子里面就已经跟着她了耶。那都个应该慢慢的紧张，很硬的过还要过。声带kasadakan ni ha。所以我的歌以前是马扎的妈妈，在那里听到妈妈的声音，人家会哭哦，真的。有录音带。我跟妈妈也有录音带。对，有阿姨的录音带。哎呀，所以我这个现在在都搞把扎了。真的，多了解一下，为什么那个阿嬷要请我们这个这位先生请我们来唱歌，声音也不太好，也许你们也会这样想，所以我想给你们知道要学我们的这首歌，很可惜，因为本来是我们的祖先小时候，大家都，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像刚才金诺丽跟我们讲说，当兵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歌很多哦，
是真的。以前为什么没当兵要送他们？因为那个时候823炮弹，823炮战，嗨，所以去当兵的时候很危险，要不然我的孩子不会回来的。以前的爸爸妈妈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科特别欢送，mahal na ko radio nung ida panza. 所以还要等人个mahal na ito. 买了等等，就这样。我想回馈一下。我的好了，大家都一样。就是因